唉，呢個人跟風學人做 AI 影片生成器，因為唔識得搞流量嘅關係，輸到入獄。呢個人叫 Hassan，佢連續創業失敗咗12次之後，跟住學人跟風做 AI 影片生成器，自己唔識得做流量，幫自己做宣傳，之後1毫子都賺唔到，結果慘敗收場。跟住佢又唔識死，再次創業。有一日佢發現好多做網店嘅新手收工之後，仲要花4、5個鐘頭嘅時間喺網上面自己手動揾爆款產品。之後佢就覺得呢一個係個機會，跟住佢就用咗48個鐘頭嘅時間，用 AI 整到一個 AI 工具出嚟。呢個工具叫做 LaunchFast，佢簡直係電商人嘅恩物。佢可以幫你用 AI 自動揾爆款產品，幫人一鍵自動化分析產品嘅市場數據。好啦，咁呢個工具究竟係用啲乜嘢整出嚟嘅呢？佢架構係咁嘅。首先佢用到 Cursor 呢個 No-code 建 App 嘅一個工具，再加埋用 Next 呢一個 UI 嘅元件庫，咁就建立咗 LaunchFast 出嚟啦。咁好啦，問題就嚟啦。咁佢當初輸嘅就係輸唔識得自己搞流量做宣傳。咁而家個工具就做咗出嚟啦。咁究竟去邊度做推廣呢？佢自己又冇粉絲，又冇流量，又冇錢再去打廣告。喺呢個時候，個天真係為佢開路。佢直接揾咗一間有幾萬個學生嘅電商培訓機構，同老細講：我幫你嘅學生寫好咗一個工具，你幫我推，我哋利潤1人分1半，大家50-50。佢就係咁換咗人哋累積咗幾年嘅精準客戶。個產品一上線，30日就破咗1萬蚊美金，90日之內就衝到2萬5蚊美金月收入啦。佢嘅生活徹底財富自由。所以一人公司唔係你想變啲乜嘢技術大師，而係學識點樣用 AI 去解決剛需，再借力打力。留言我要，我將所有嘅操作流程同埋工具連結全部發晒俾你。關注我，我係 Andy，下次帶你睇下一人公司點樣用 AI 成功創業嘅真實案例。